阿 P，點解你個樣咁嘅？我啱啱做完切割牙肉手術啊！你嘅牙醫係咪用傳統嘅方法幫你治療啊？咩係傳統嘅方法啊？手術刀就係傳統嘅方法，而家呢啲診所會使用激光幫病人嘅牙肉治療，而軟組織激光對比起手術刀嘅好處有唔會流血，唔需要縫合，使用最少嘅麻醉藥，減少痛楚，容易使用同埋控制，同埋適合小朋友㗎。而且軟組織激光比傳統手術後傷口愈合速度快30% 時間。哇！軟組織激光治療好似幾好咁喎，但係其實激光係咩嚟㗎？首先，等我解釋下普通光嘅特性。普通光嘅光源係散射出嚟嘅，而我哋見到嘅光，例如太陽光，係複色光，由唔同嘅顏色嘅光線組成。咁激光同普通光有咩分別啊？激光係由單一嘅顏色光束集中而成，集中嘅特點係令激光嘅能量喺一點嘅上邊，比普通光大好多㗎。咦？咁高能量有咩用㗎？你咪咁心急啦！激光嘅高能量特點令佢可以輕易做出好似手術刀嘅切割功能，真係好似切芝士咁方便㗎。芝士？而最重要嘅係，軟組織激光可以幫助切割嘅同時止血，令到病患者喺手術後嘅痛楚減到最低。哦，原來軟組織激光係咁有用嘅。咁有冇一啲臨床嘅例子呢？冇問題，阿 P，我以下就介紹一啲激光可以應用喺牙科嘅例子俾你啦。你有冇生飛滋啊？有幾粒喎，成日刷牙都整到好痛㗎。其實飛滋簡單啲嚟講，就係傷口受到細菌感染而形成嘅潰瘍。激光除咗剛才所講嘅切割同埋止血功能之外，其實佢仲可以殺菌同埋加快傷口愈合嘅功能，所以對飛滋嚟講就係對症下藥。咦？個醫生放啲激光入小朋友個嘴度做緊乜啊？痛唔痛㗎？醫生只係放啲軟組織嘅激光治療儀器入個小朋友嘅口度，喺飛滋上面度喐下，係唔會掂到粒飛滋㗎，麻醉藥都唔需要。個小朋友淨係會感覺到暖暖地，唔會有咩唔舒服。你睇下，小朋友做完治療咩事都冇。咦？又真係幾安全喎！你睇下，做完治療之後，飛滋好得幾快。我哋又睇下而家非常流行嘅牙齒美白啦。哇！佢搽啲咩上啲牙肉度啊？嗰啲係用嚟保護牙肉嘅保護膜。哦。之後，醫生就會將美白劑搽喺牙齒上面，過程中病人都唔會感覺到唔舒服。之後，醫生就會用激光激活漂白劑，重複喺上下嘅牙齒移動。到最後，醫生就會將保護膜同漂白劑移除。嗱，你就會睇到你棚牙同之前嘅分別啦。哇！真係白好多喎。當然，除咗呢兩個例子之外，激光仲可以應用喺其他嘅地方。牙齒矯正時減少痛楚，消滅細菌、繫帶切除、纖維瘤切除、牙周治療、牙根滅菌治療等等。哦，原來激光可以應用喺咁多方面嘅。好啦，睇咗咁耐，會唔會對軟組織激光嘅認識增加咗啊？明白咗好多啦，但我仲有幾個問題想問下。好啦，咁我哋就嚟問答環節啦。我好驚打針㗎，使唔使打麻醉針㗎？大部分小型軟組織手術都只需要用搽上去嘅麻醉膏就可以㗎啦，免除咗使用注入式嘅麻醉針，對小朋友尤其有效。當然，有一啲較大範圍嘅軟組織切割手術都需要用注入式嘅麻醉劑，需唔需要用就要根據病人嘅意願同埋醫生嘅決定。我都好驚痛㗎，其實軟組織激光切割會唔會痛㗎？軟組織激光嘅手術後反應比使用手術刀改善咗好多，
絕大部分嘅個案使用軟組織激光都能夠有效減少手術後嘅疼痛同埋縫針嘅需要，咁都可以減少手術後使用消炎藥嘅需要。其實用軟組織激光處理嘅傷口愈合時間要幾耐㗎？愈合嘅時間大大減少，傷口使用手術刀切割嘅話，有時候需要2個月嘅時間完全愈合。同一個手術程序，使用軟組織激光通常可以喺1個星期內愈合。哇，原來軟組織激光治療真係咁有用嘅，早知我都選擇軟組織激光治療啦。係啊，詳情可以向你嘅牙科醫生查詢。